揀 4S 定 4S Mini，一秒幫你分清呢兩款蒸焗爐有咩分別啦。其實最明顯嘅分別就係佢哋嘅容量同埋佢嘅尺寸。4S 同 4S Mini 嘅容量分別係32公升同埋22公升，但係 4S 就比 4S Mini 細，而且 4S 係採用咗前置排風，相反 4S Mini 係採用咗後置排風。我哋會更加建議大家揀前置排風嘅蒸焗爐，因為當水蒸氣喺前面排出，就可以避免損害到牆身同埋隔離嘅櫥櫃。而後置嘅排風就需要預留更加多嘅空間去擺放蒸焗爐。煮食模式方面，4S Mini 同 4S 都係一樣咁多選擇。除咗兩部都具備19種模式之外，4S Mini 都會有埋翻熱麵包同埋預熱模式，大家就可以根據翻自己嘅使用習慣去決定需唔需要呢一個額外嘅功能啦。而兩者嘅結構都有啲唔同，4S 會有4層，4S Mini 就只有3層嘅啫。最後4S 比較優勝嘅地方就係會有埋實質爐溫顯示同埋靜音模式，同埋隨機會送多一個不鏽鋼嘅蒸盤。